Waldo a Christmas surprise. 佢話 Fritz 嘅 Miss Emily 講 Santa Claus 緊打送禮物給 human 嘅囡仔，如果 Emily 要是想配合 Santa 嘅未可以失望。Waldo 為何一款代志發生吧？讀冊給我聽。Christmas 前兩日迄天 Harry、Cornelius、Monty、Dawad and they both become snowman. Fritz taught in Little Miss Emily Day. 要小解給阮熟悉。Emily 是當部人，唔捌看過世。Fritz 甲阮講，伊無啥了解咱遮的寒天。原來 Emily 連 Christmas 嘛無啥知影。Santa Claus 是啥物人 ？Waldo 伊佇生風中掛甲皮皮帶佇門外。Santa Claus 我解釋講，伊佇過 Christmas 的時，會送禮物甲佚佗物仔互 human 的囡仔，伊嘛會送禮物互 animal 的囡仔唄。Emily 問我，最後我講。伊足濟年毋捌來這塊樹林行倒啊！我有啦，全世界 human 的囡仔伊都送袂赴啊，他會閣有時間通顧到 animal 啦。我若是寫配互伊，你想講伊敢會來 ？Emily 問我，哪會？Monty 講，伊前到搭我都毋捌看的。我是講我啦，我嘛毋捌看的。Harry 海頭嘛講，你看 Santa Claus 緊打得顧 human 的囡仔 ，Fritz 甲 Emily 講，全莫小想啊，打等緊來轉厝，則袂寒著啦。記轉工透早，我看到 Emily 甲 Fritz 的手揢咧，要行去遊覽遐。我寫配合 Santa Claus。伊若講若會一個大皮囊，啊我拜託伊就來送禮物互我，便福氣啦。我講，毋過嘛毋通少受甲遮爾好，我驚伊若是無來，到時你會艱苦。伊會來啦，到時你就知。Emily 話講，可憐的 Emily，我安尼想。明仔載就是 Christmas Day 啊！伊安尼一寸萬對兩家，阮當會介失望呢。有啊，常常我想到一個 idea 啊啦，若是 Emily 要看 Santa，就互伊看的啦。我決定啦，為着要來創這個 surprise，我趕緊去街啊買一寡物件。我家己想講，這個 idea 實在有夠讚。但袂赴 Christmas 再去要看到 Emily 的表情啦。基本講透早，我早就精神啦。進來看看咧，我甲我買 Santa Claus 紅衫紅褲穿好好，我就行一個看，不止啊歡喜甲，就算講是阮老母嘛認袂出我啦。我當下穿咧。閣試畫規下好，隨着去行，早禮物來去送互 Emily。我行對要到 Fritz 家的時，就看到坎西的塗骹頂有濟濟腳跡，攏是行對因兜大門去的。我倆準 Fritz 當地做一團鬧熱的 Christmas party， 嘛是奇怪，伊煞無甲我招。我想講，即馬來因兜敢袂失禮，毋過我閣想講，今仔日是 Christmas， 即天啥會無歡迎 Santa 呢？全我都攏問。我聽伊是 Little Emily 的腳步聲，當地行我門骹口。Hi, Waldo. Emily 門一個開就話講，你嘛來啊？我真歡喜。阮攏在等你，啥一代在等我 ，Waldo，伊若會知影是我，
当讲我互看到无成 Santa Claus，我连想要画跪下好好好的时间嘛无，就对伊行入去客厅。Fritz、Monty、Cornelius 甲 Harry 大家拢坐伫碰椅顶底面茶，大家拢装做 Santa Claus。阮拢无想要互 Emily 失望啦。Monty 大细讲，我嘛是。我讲，咱拄好拢是想要创同款的 surprise 啊，就免大家拢 Merry Christmas 啦。连咪 Emily 都甲大家送伊的礼物打开来看。Fritz 送一领真好看的 jacket，Monty 送一领寒天穿的小路的长裤 ，Harry 送一顶碰西帽仔，阁有 Cornelius 送的一箱日本手肉啊。原来 Emily 打开我送的礼物，是红色的长靴仔，我意爱的色水啦。伊欢欢喜喜讲。咱大家去外口佚佗耍耍啦！我搭毋惊寒下，伊阁讲，即时阮常常听的外口有人大来爬拢门，会是啥人吓 ？Fritz 问讲，大家拢伫遮啊？阮就温温啊细致的行对门口去。如果 Fritz 甲门开开的时，人客已经走啊。阮简单看伊个细条车的尾溜，通过看细的三万那的树尾，有一个都无影无迹啊。Santa Claus，Emily 拼开来大声话，结果阮拢有听会微微传来无无噗噗的吼吼吼。免看，伊有送我礼物哦。Emily 讲，伊手边放伫门骹口的一台真水款红色的细条棒。顶头阁挂一张牌仔，顶面写 Santa Claus 送互 Emily 的，我就知影伊会来。我早就知啦。Emily 拿话那面东西伊的心的细条棒被扑扑着。这定就是咱捌过有上算的121个 Christmas 节啦。Emily 坐伫伊迄台 special 的细条棒。互5个 Santa Claus 拖尾走，送得仲要飞起来啊！